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伫礼拜日的早起，咱住一这个所在，咱要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是哪年咧欢喜的代志吼？摕伫疫情的中间，咱当伫这所在，伫礼拜堂内底敬拜主，这也献上咱上大的感谢。先跟诗篇28篇第70讲，耶和华是我的气力，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我可以，我特别得到帮赞，所以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我的诗歌来学习咱的上帝。主是看伫咱学习的主，看伫咱敬拜的主，看伫咱来周军用诗歌，用咱的心灵来学习伊的主。所以这时阵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先为着早起。咱会当伫这所在来敬拜上帝，咱献上上大的感谢，上大的学习伫上帝面前，咱开声来学习咱上帝。主啊，感谢上帝，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互阮兄弟姊妹住这所在，当来敬拜你。主啊，你是伟大的上帝，你是看伫阮学习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愿你这时阵甲阮伫地，甲阮同在，互阮的心得到你的结合，得到你的火热的圣灵来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阮在个敬拜会当真最澎湃的呈现到上帝你的面前。我要用阮的嘴来献上学习，用阮的心来献上感谢。感谢上帝你临在阮中间。主啊，我嘛为着今日无法度甲阮伫这所在敬拜的兄弟姊妹，伊可能伫网络顶面来敬拜上帝，伊可能伫因的厝底下伫做伙含阮做伙敬拜。感谢上帝，你的灵又愿甲伊上甲伫地，阮在去敬拜诚做一个互上帝你的名，你的荣耀的敬拜。我伫你面前来感谢基督，就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研究诗歌，认真听，听主温柔的声，听主疼痛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阿姨行听出声音。轻轻听，伊的轻轻听，我的无遮你留我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阿姨行听出声音。轻轻听，伊的轻轻听，我的无遮你留我的声。你是我无遮。主宰，伊知影咱每一个人的声。当咱伊的面前，咱求伊的名的时阵，伊听咱的祈祷，听咱伫伊的面前所摆的一切的感谢、甲学习、甲恳求。总是咱常常，咱无得听到上帝的声，因为做捆绑咱，做像一个亚坎的布，也伫咱的中间，甲上帝中间。所以这时阵，咱为着咱家己的罪来献上祈祷，因为上帝用伊的宝血来洗清咱的罪，互咱有一颗清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开咱的耳孔会当听到上帝的声，也开咱的嘴，互咱学习咱的恳求会当透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咱为着咱家己知影还是毋知影的罪来祈祷，为上帝来洗清咱家己的罪，咱也为着台湾这个土地所犯的这些罪来献上祈祷，为上帝。来
来洗清，这土地所犯的一切的罪恶，互上帝的灵、上帝的光献照伫台湾这个所在，献照伫咱黑暗的心。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家己知影，也是毋知影的罪来献照，祈祷，恳求上帝来赦免咱，开声来祈祷。主啊，阮伫你的面前献上一切恳求祈祷，恳求上帝你用你的宝血来洗清咱一切的罪。主啊，阮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感谢。恳求上帝你用你的圣心来感动阮，互阮知影阮家己伫你的眼中，也是哪里的误会，互阮知影要安怎将这一切地摆上帝的面前。恳求上帝你照你的恩典，照你的疼，照你对阮的救赎，将你圣经的宝血来洗清阮每一人的心，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拄着完全的洗清，互阮像魔鬼撒旦亚看的目睭，心灵的目睭，会当得到拍开。阮搁一遍会当看见上帝你伫阮生命中间遐奇妙的作为，互阮因为安尼，阮就献上感谢，献上好。主啊，恳求上帝帮助阮，阮脱离魔鬼的关系，互阮知影要安怎来抵挡魔鬼对阮的陷害。恳求上帝你帮助阮，特别阮来为着台湾这个土地献上祈祷，恳求上帝你赦免阮这个土地所犯的罪。特别阮一个百姓，搁在拜偶像，一个百姓搁毋知影认捌上帝你，恳求上帝你赦免阮，也唤起阮寡济的基督徒，阮寡济的信徒，知影要安怎为主来做见证。伫这个黑暗的世代，会当高举上帝你的光，伫这个所在，献照这个黑暗的土地，互这个所在，咱诚做上帝你所喜爱的一个徛起的一个所在。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早起。你面前所摆的这一切，阮家己有诶，会当上，迄个上帝你恩典的赦免，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你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轻轻听，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爱你讲出声音，轻轻听，你的轻轻听，我的无遮听听我的声，伊是大保证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帮助的声。伊是大保证生命的主宰，我的无遮听听我的声，我的无遮听听我的声。咱为着咱目前咱所拄着的新冠疫情来祈祷，恳求上帝咱帮助咱。互咱会当赢过即款疫情所带来的挑战，疫情所带来的一寡困难，一寡困境，互咱会当知影要安怎来面对即个疫情所带来的一寡问题，互咱知影要安怎用正确的方式来面对即款的疫情，互咱知影要安怎来接受即个末世所带来的这无共款的挑战，特别伫瘟疫伫战争顶面有一挑战伫咱中间。咱会当知影要安怎伫上帝听内底，用平安，用平安的心来看待即款的代志。所以咱为着咱全世界疫情会当得到渐渐来控制，来祈祷，求主帮助，互咱会当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第二，咱为着咱国内第一线的防疫的人员来献上祈祷，互有智慧、有能力，也有平安、稳定。甲遮医疗人员三个伫地。第三，求上帝来保守咱台湾，一切拢会当得到平安。咱的百姓拢会当同心合力，配合政府的防疫，会当互咱平安度过即款疫情带来的困扰，互咱无惊吓来面对。所以咱开声为着咱所拄着即款的疫情的侵扰，来献上恳求祈祷，恳上帝保守咱的心，保守咱每一人的身躯。保守咱会当无惊吓来面对，咱开声来祈祷。主啊，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恳上帝你会当帮助阮，特别伫即个疫情的中间，互阮知影要安怎来到上帝你
知影这个末世要到的时阵，这款的瘟疫，这款的战争，这款世界的动乱，拢是一直伫阮四周围侵入，互阮知影要安怎来接受，也互阮知影要安怎来靠主来得胜，互阮知影要安怎靠主来得到永远的这款的盼望。主啊，感谢上帝你帮助阮，特别伫阮的疫情来源的疫情，感谢上帝你会当互阮的政府官员、阮的百姓，拢会当同心合意来面对这款的疫情，互阮的心无惊吓，互阮知影要安怎赢过这款疫情所带来的一寡困难。主啊，感谢上帝你怜悯阮台湾的百姓，怜悯全世界所面对的一困难挑战，无论是疫情，无论是战争，无论是经济的人民。感谢上帝你掌管，因为你是阮的主，只有你是阮通倚靠的上帝，通倚靠的主宰。感谢上帝你成做阮生命的主宰，成做阮世界的主宰，成做阮台湾的主宰。咱祈祷，靠主啊，做佢的生命来求，阿门。第二，咱为着咱家己所面对一困境来献上祈祷。感谢上帝保守咱的心，无受到攻击，互咱心内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特别为着咱甲厝内人的关系来献上祈祷。我相信厝内的关系若好势时阵，你的生命就有丰盛。所以咱为着咱家己甲咱厝内人的关系，互咱的家庭每一个成员的心灵拢得到完全得到保守。第二、第三，为着咱的工课，为着咱的职场，为着咱学校的学习，甲咱同事甲同学之间的关系献上祈祷，互咱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互咱会当拄到财务困难的得到解决，也互咱的学习是有果效的。第三、第四，为着咱每一个人的心灵的健康来献上祈祷。你可能有疾病，你可能有一寡心内的痛痛，感谢上帝会当安慰，感谢上帝会当鼓励，会当医治。特别今仔早起咱有医治祈祷的时间，感谢上帝透过早起咱的医治祈祷的这个时间，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带着咱生命中间，也是咱身躯的一寡病痛，来到上帝面前，对上帝来讨办甲医治。所以咱开声，为着咱家己所面对的一困难甲挑战，献上祈祷，感谢上帝掌权，成做咱每一个人生命的主宰、丰盛的主宰。我开声来祈祷，主啊，我为着阮生命来献上祈祷，感谢上帝你保守阮，互阮知影要安怎来行过一切困难甲挑战。特别是这个世代，阮面对一无同款的攻击甲挑战，无论伫阮身躯顶面的病痛的挑战，还是伫阮的工课顶面所拄着经济顶面的挑战，还是阮伫家庭顶面所的冲突。主啊，感谢上帝，你拢照你的听，照你的心意，照你恩典来帮助阮，互阮知影要安怎面对，互阮知影要安怎来伫这个逆境的中间来一样同款来献上福乐。主啊，感谢帮助阮所有家庭姊妹，无论阮伫逆境还是顺境，都会当用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保守阮，互阮无拄着试探，互阮赢过一切凶恶的攻击，互阮无互罪来压制，互阮会当伫上帝你的听甲恩典内底，这完全的自由甲讨办。感谢上帝帮助阮，主啊，阮伫你面前摆咧阮每一个人的祈祷，感谢上帝照你的心意来成就你的听伫阮的生命中间，阮的祈祷拢是靠主啊做个生命来求，阿门。过来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为着咱教会的一事工来献上祈祷，特别咱为着咱世代的交替所面对的一挑战来祈祷，求上帝会当唤起咱教会偌济的少年人会当来投入伫咱教会一事工顶面，互咱的教会一的事工有一青年伫这所在互咱水学基甸牧区、天母台牧区拢有得到兴旺。第二，咱为着咱教会属灵的气氛来献上祈祷，互每一个兄弟姊妹较无信心，互每一个兄弟姊妹较无用祈祷来成就上帝的听，较无咱兄弟姊妹咱较无上帝的话，热情敬拜，会当来学习成长。第三，为着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来接受一文道的训练，参与传福音大使命的事工，引带一人来信主。第四，为着咱教会内底有一年老心灵病痛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特别咱若知影有对一个兄弟姊妹，伊即马拄着真大的疾病的攻击，疾病的困扰，感谢上帝会当来帮助伊，咱会当提名来为着因来祈祷。
所以咱为着咱教会所面对的一切困难、困境、甲挑战的献上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主啊，看上帝你会当帮助阮的教会，阮的教会诚做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好侪人进入这个教会时，因得到完全的丰盛的活命，互因这个所在得到因的罪会得到讨白，互因的生命得到完全的翻转。看上帝你帮助阮的教会，阮的教会无论伫逐样的时间顶面，拢有上帝你满满的心意，满满的听的心意伫咧中间。愿记我这兄弟姊妹愿意投入你教会一无共款的时间，阮的教会将做一个永壮的教会，是一个富国强的教会。主啊，看上帝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互圣神来充满，生命这个更新，会当为主来做见证，伫逐个所在拢会当大胆来为主来传福音。看上帝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伫这个疫情的中间，另外会当勇敢徛在，常常为主的见证，常常会当领受上帝的丰盛的祝福，在阮的生命中间。主啊，看上帝你帮助阮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属于你所设立的教会，阮相信上帝里面，阮的教会将做一个丰盛，上帝你名字荣耀的教会，看上帝帮助阮，帮助阮所有家己姊妹，愿意看见上帝你的心意，这个教会中间，看见上帝国要临在这个教会，看见阮的教会，咱将做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咱祈祷靠着这个生命来求，阿门。我要轻轻听，我要马蹄空听出声音，轻轻听，伊会轻轻听，我的无遮听着我的声，伊是大无遮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伊是我无遮生命的主宰，我的无遮因伫我的声。咱为着早起的敬拜来献上祈祷，为上帝咱好所有参与的敬拜的兄弟姊妹，有一较无的神，有下开的耳孔、属灵的耳孔，会咧听见上帝的声。无论伫咱现场，还是伫咱网络顶面敬拜上帝、来敬拜主的这兄弟姊妹，看上帝的灵都甲因伫地。第二，咱为着今仔日所有服侍同工献上祈祷，也互所有的听事会当得到顺利。第三，咱为着今日要讲课的校务师来献上祈祷，看上帝你会当亲自甲校务师上到伫地，来鼓舞伊的嘴，为所讲出来每一句话，当做咱生命的翻转，翻转咱的生命。所以咱开声为着早起的敬拜。早起咱较无的灵，咱献上祈祷，献上恳求。哈利路亚，主啊，主啊，阮感谢你，因为阮知影，伫咱的是你来吸引阮所有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是伫咧实体啊，是咧线顶，主，阮相信，主，阮有一个较无的心，阮较无来到见你的面，我们来到上帝圣殿来敬拜你，主求你，互阮有一个安静的灵，互阮无受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烦恼影响，阮单单要看上帝，阮单单要来到这来敬拜你，要听主你的话，对安尼，阮将查无所靠伫你的手，求你，互伊开伊的嘴，你用伊，互伊会当将你的话语来拆开，将做迄个困难、迄个活法的行，会当让咱进入阮的心，来安慰阮，来控制阮，阮特别为一位兄弟姊妹。那三个起立，来俄罗咱上帝。当主坚定你对我做些明白，请耶稣你高万众赞，为今日你拢上主高雅的归来，你做我行深深的山谷，当主坚定你对我做些明白，请耶稣你高万众赞。你拢上主高雅的归来，你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顺境恶路，逆境恶路，你
拜为当听着，袂差错。尊敬阿罗，你敬阿罗，我欢喜顺当听天路。他出面的，我做是敬拜，耶稣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想出头家的伟大，听从我听心心的传歌。尊敬阿罗，你敬阿罗，你安排阮当听着，袂差错。尊敬阿罗，你敬阿罗，我欢喜顺当听天路。做一点大，圣耶稣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到遐的伟大，你从我听深深的山歌。尊敬阿罗，你敬阿罗，你安排阮当听着，袂差错。尊敬阿罗，你敬阿罗，我欢喜顺安听天路。尊敬阿罗，你敬阿罗，你安排阮当听着，袂差错。尊敬阿罗，你敬阿罗，我欢喜顺安听天路。我欢喜顺安听天路，我欢喜顺安听天路。咱要将一切荣耀归给咱的上帝，因为是看着咱俄罗的上帝。哈利路亚。一切荣耀都归我主我的王，一切抗敌尊荣阿罗，感谢我的主我，我要做神呀，哈利路亚，一切荣耀。
你名我要永远来尊重。我的兄弟昨天困苦，你名我要永远尊重。主我兄弟只管只管，为他切道为我我，只爱被对面带路。你的观念是归广阔，我要受你奇妙所追，尊贵眼看为了为会，你的公义我的伟大，我的公义我能同在。天美不用主力多问，就我的命令人格。你不问回答我的命，不管受地就爱不尽，只问你在修德。良心感谢，愿罪恶。主必听人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典保守，让我经过一礼拜，大家伫属龙工商，拢有你的看顾、扶持甲帮助。但只是伫你的圣日，阮尊主最大。来到你的工作前，无论是伫线顶也是实体，我们同心而乐，称呼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你是全能的大君王，我用而乐、用感谢、用恳求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予阮有较无的心，有通透的灵，甲主三结连，对主领受迄个至悬至大。至高的恩典甲祝福，让阮今日敬拜对头到尾圣神中间来运作，让阮大家人对心思意念拢搁甲主亲近，对主你的话，对主你的启示，得到新的开展。愿你的平安甲大家三甲同在。我们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大家同心齐声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去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的礼拜吼。伫咱讲道后回应诗了后，咱有一个月一遍，咱的即个异地的祈祷的时间，牧师鼓励咱吼，无论伫5楼4楼，当咱伫吟诗的时阵，咱会当自接到头前，大家人奉主的名来做祝福的祈祷。无论是肉体的病痛、心灵的软弱，还是心所拄着的艰难，咱拢要通伫主的面前同心来祈祷。愿主赐福咱即个祈祷的时间，加做上帝异地透放的时间。咱甲时间到，咱的诗会。启用，我来启会众来用。上主啊，求你听我讲，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因为你毋是意爱罪恶的上帝，骄傲的人袂当活伫你面前。
讲白贼的，你要袂因。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通入你的殿。这是咱三角来祈祷。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宰，天顶地下拢充满你的荣耀。你是荣耀的神，你是生命的主。你赢过死亡的权柄，你也互阮甲你的德性有分。求全能的主上帝赐了生命的活水，灌压阮的心。求赐了国我的能力，互阮活的无过是为着家己，反倒转是你伫阮内底活的。亲爱的主耶稣，当阮被黑暗压榨、患难临到，背袂起、派袂起十字架时，主啊，求你扶持阮、安慰阮、光照阮，互阮确信，搁我伫你，性命也在你，既信你的也的确搁我，因为你掌握死亡甲阴间的锁匙。当末日降临的时，阮拢要对死里搁我，得到搁我荣耀的身体，享受永远搁我的快乐。你讲，既然有人伫基督内，旧的代志拢已经过，拢成做新的。当离师有偌远，你叫阮所犯的过的罪也有偌远。求你借着你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洗净阮一切的过犯，赦免阮诸般的不义，洁净阮的心思意念，互阮阮的内底有忠心正直的灵。恳求你断开一切的锁链，医治迄身躯有病痛的，搁叫软弱的成做刚强，丧凶的得到富足，忧愁的得到安慰，见劳苦担的得到安息，军队里的得到圣洁的温书。求你坚固阮的信心，赏赐阮疼心，伫疼心甲信心内底相存永远的盼望。特别伫这疫情持续的时刻，主求你医治所有被感染的，互因早日得到康复，脱离病痛。也求你伸手慈爱的恩手，互疫情紧紧得到控制。侪因疫情造成生活困难不便，求主你来怜悯，保守因身心灵健康。生活甲防疫所有的物资，拢会得到适时的支援。互阮伫患难中，透过彼此的关怀帮衬，赢过济的试炼。互阮面对疫情要求有信心，保护家己甲其他的人。求主带领阮，共同努力克服一切的威胁甲挑战。亲爱的主耶稣，我若恳求你，今仔日亲自来祝福今仔日的聚会。你的宝座就设立伫这个所在。你亲自看顾保守，无论伫实体，也是透过网络来参与聚会兄弟姊妹，拢有一粒较无的心，来到圣殿中间，切切寻求你的面。伫你的听内底，阮献上全人全心的敬拜，互夏牧师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真做阮灵命的美娘，将今仔日的敬拜全然交托伫你的面前。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免。主求你的名愿，主求你的名愿，主求你的名愿。享受上帝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两位。第一位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26到28节，第二位记载伫雅各书4章第2节到第3节。这是我来强读。亲像安尼，咱软弱的时，信心嘛有伫甲咱扶持。
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毋过圣神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替咱祈求，了解人内心的上帝，明白信神的意思。因为信神照上帝的旨意替信徒祈求。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雅各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恁想要得到，得袂到，就要害人。恁欲望满满，毋过袂当满足，就争得斗争，恁得袂到所听的，因为无对上帝求。恁祈求，毋过得袂到，因为恁的动机无好，所求的甘单是要满足家己的快乐。圣经读到这，现时咱请门徒学校的师生来献诗，今仔要献两首的诗歌，是华语的。我们成为一家人，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咱感谢文道校主选委员带的献诗讲道，这是咱邀请校主来讲道。今仔要传讲的信息是蒙喙听的祈祷。各位兄弟姊妹，大家较早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的这个献诗吼，是一个特别的团体，因为因是今年咱的这个文道学校的学生文道校的学生因为因对这期开始用礼拜日的时间做伙来上课。有一个方便，就是讲平常时咧上班的兄弟会当参加。第二是因礼拜日来一遍就好，因原来是这个时间第一节第一堂的礼拜因咧上课，然后第二堂才来参加礼拜所以因参加就真固定，搁这边的这个文道学校呢，老师拢会甲因带诗歌就对啦，带诗歌。今仔日因献的这两首诗就是因平常时咧聚会上课的时阵的歌这期的这个文道学校真特别真特别讲会使讲人才文士拢招运啦拄则因的独唱啦、音抒琴啦搁所有的除了老师以外，拢是在同学实在是真感谢主因。献诗就表示讲，因接受文道训练就开始要做服侍就对开始要做服侍稍等下呢，咱伫即个报告的时间，也要颁发因的即个结业的证书安尼甲因鼓励是为着要招呼咱兄弟咱大家即个文道训练，就是咱教会一个基督徒要成做主的切用一个上基础的训练。内面有真侪真理的教导、圣经的人物，以及整个教会的体制的人物。感谢主，也望因也有伫即个周报内面有写出因的见证，因的即个所有的体会，咱也当对遮来伫个学习。那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即时来祈祷。主啊，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施恩赐福，互阮有即个福分，伫疫情的过程中间，阮有受你的保守。心神肉体有健康，阮伫遮实体的聚会，阮也为着伫外围也是伫线顶的兄弟，因通过网络也甲阮衷心敬拜，愿主你甲阮同在，互阮因为圣神的启示甲感动，即落你罗卜的嘴所讲出来，是你圣神亲自来启示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面前安尼交托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咱伫即个进前一两个月中间，牧师会分享大概针对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咱的祈祷伫咱的祈祷的生活无共款的层面，大家互相来学习，互相来面对。第二个部分就是圣神的工作，圣神安怎伫伊立你的下面。伫咱的生命中，伫咱的心上来做工。当咱理解、明白、接受环境的时阵，你就发现讲，你毋是一个人咧单打独斗，你毋是家己一个安尼拼命流汗无气力，是因为有圣神通互你活靠。今日咱要通过两段经文来学习一个正确的祈祷，也是态度，就是望垂听的祈祷。圣经安怎甲咱教示？无受接纳的祈祷是甚物款的祈祷安尼？互咱更较清楚讲，咱平常时祈祷的中间，迄个态度是甚物？咱的出发点是伫甚物？咱即两位的经节，咱小等下会伫经节中继续来学习。咱就拄则已经读过跳过咱就是大先咱看起即段熟悉的经文嘛，罗马书8章26、29、28节。中间有一句，咱正人非常的清楚讲，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讲袂出的吐气来替咱祈祷。到底这个圣神的吐气甲祈祷到底是甚物意思？要互咱有甚物款的提醒？这个蒙垂听的祈祷的要素，
所以咱伫遮再来看这段经文，伊安怎甲咱描述？伊讲，亲像安尼，咱软弱的时，圣神嘛有得甲咱扶持。意思是，每一个人拢有伊软弱的时刻。这软弱毋是你家己自怜自爱，也是讲伫遐唉声叹气，是你互圣神知影你的软弱。当你的软弱交托互圣神的时阵，讲伊会甲咱扶持。扶持过来安怎呢？讲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安尼，甲咱平时咧训练祈祷，改成即句话无甚物款安尼夹抓的款。事实咱毋知安怎祈祷，伊是迄个内涵的意思，要互咱知。小等下咱来分析吼。所以因为咱毋知嘛，咱毋知要祈祷甚物方向，祈祷甚物对上帝求讨甚物，所以咱放心。伊讲。毋过圣神家己用袂当表达的吐气，用袂当迄个话可能加一字出来，用袂当表达的吐气替咱咧祈求。然后伊咧讲即个理由的顺序27节，伊讲了解人内心的上帝，明白圣神的意思，因为圣神照上帝旨意替咱祈求安尼。然后，有完一则咱真实的经节，咱较有的人较惯势读科学本万事互相效力咱用台语的来读看卖，咱来出声来读即句好无？28节来，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这段经文事实有人甲伊称呼讲罗马书这段8章26节到28节，这是一段在分享迄个正确，也是讲真重要的祈祷态度的经节。咱会当简单分几点来学习。这个望随听的祈祷望随听的祈祷，第一项。伊讲，咱的软弱有圣神帮助，所以迄个软弱有圣神帮助到底逐个人嘛有软弱嘛？迄个接触点就是讲，你欢喜甲家己的软弱用圣神来拍开啦。真侪人有时有一点安怎讲，歹势也好，也是讲有一点惊漏气，或是就讲甲人讲家己的软弱，是足无能力的事，真见笑的事，真歹势，真漏气安尼但是圣神讲咱的软弱，伊要帮助。囡仔巴肚枵，伊会甲妈妈讲妈妈，我巴肚枵去运动了巴肚枵有甚物通好食无？对无？咱有欠缺的时，咱会甲咱供应的讲。但基督徒头一个是爱先有一个态度讲。愿意将家己的软弱摆伫主的面前。有一个出名的这个人际关系甲心理学家叫做布朗博士，伊写一本册叫做《脆弱的力量》。伊咧分析讲脆弱到底对一个人是好啊歹？实际伊是徛伫一个较正面的解释。讲有示弱的勇气就对啦。人毋通伤惊到一个程度，这我知，这我无问题，这我有法的，安尼煞怎甲家己的迄个空虚放伫家己的内心，无法度得到人的帮助。这本册内底有几个重点，伊讲脆弱是人的本质啊，所有创造力甲情感的核心，也是人性上强大的气力。这脆弱有时甲迄个骄傲是对立的。当一人骄傲的时候，你会感觉讲我逐项拢知，都拢会煞颠倒，伊无够有扩展的空间因为伊已经进步啦。但当你讲脆弱表达出来的时候，伊讲这颠倒是一个人创造力甲情感的核心。我行路真喘，行袂到，你是脆弱，但你知影讲，我若阁继续行，是毋是我来阁较有气力？有人咧爬山毋捌爬过是喘甲爬无法的，但是讲我若明仔载阁加爬咧，
啊，加行咧100公尺是毋较好咧。人当显露出脆弱的时阵，毋是咧表示伊是软正，伊讲是迄个人性扩展，也是讲增长上大的开力。伊讲展现脆弱真实的一面，真诚面对家己的惊吓，颠倒会当提升咱伫人际关系、情感、求学、职场甲教养的能力。而且社会因为太强调竞争啦，这个社会太强调啊，你毋通暴露你的弱点，啊，所以互咱家己武装起来。但是正确的人际关系，也是正确的互相的群体，特别是伫教会内面，有时示弱是一个互人看见你的需要，示弱是互人会当及时帮助你的。伊讲即款展现脆弱真实的一面，颠倒会当互咱伫人际关系、情感中、求学的中间，职场甲教养的即个开力。所以，咱既然伫一个群体中间，特别是一个健康的群体，表达脆弱是得到帮助甲开力提升的方法。啊，所以呢，咱伫教会更加是安尼，咱伫圣心的面前更加是安尼。所以讲，会晓表达脆弱的人，毋是软弱哦。你有表达，毋是你真正软弱，毋是输的感觉，吼，是因为无经过脆弱。只就袂当得到真正勇敢。啊，即句话实在是真宝贵啦。咱真热天到吼，啊，无属因为住伫海边，咱常常哦，即款新闻会足毋甘。前无偌久，伫咱的迄个啥，迄个渔光岛遐，啊，一阵囡仔吼，哦，毕业欢喜甲，啊，烧酒走去海边要耍水安尼吼，海边耍水。啊，无拍算，迄个海泳吼，你若无熟悉，也是水性无好，哇，迄沉落去无1-2分钟就无性命呢。我咧讲这是讲，有个人吼，知影讲落水吼，迄个惊吓一个来，所以你需要人帮助。你讲啊，我袂晓游，也是讲你帮助我安怎浮伫水面，啊，互我沉落去时阵袂紧张。人若紧张，迄个肌肉甲骨质就顶起来，啊，顶起来就沉落啊。啊，所以咱知影讲，有个人会晓水母漂，也是讲有人咧困伫水顶，就是伊轻松啦，伊知影即个水吼袂害伊安尼。啊，同款意思。当咱需要会晓耍水、收水的时阵，有人甲你帮助，你迄个惊吓吼先有啦，你才会想要学啦。安尼我毋惊吼，后来迄囡仔毋捌水是安怎搭跳落甲撞落去，哇！一沉落去啊，人啊伊是大人都甲扭起来安尼吼。所以咱若无经过脆弱，咱无惊，咱就无法得到提升的开力。啊，中国内地会一个创办人就是即个出名的戴德生牧师吼，已经5代伫即个华人的教会服侍啊，已经第5代啊吼，伫清朝开始。伊讲所有上帝的影响拢捌是软弱的人，所以咱回顾到摩西伊讲软弱，基甸伊讲软弱，大卫伊讲软弱。享受的软弱毋是见效的事，软弱是因为你知影你的需要。同款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安怎讲？咱原毋知影安怎祈祷，讲是圣神亲自用言语袂当表达的土气。啊，替咱甲上帝祈求。即个讲，咱袂晓祈祷吼，到底理由是啥物？啊，咱毋是定咧操练祈祷吗？祈祷文嘛是咧祈祷啊，吼。伊即个讲的意思是咧讲，咱基督徒，咱有先有一个自我了解，拄来迄个脆弱有关系啊。伊讲，咱第一，咱袂当预见未来，头前的脚步要安怎行，你毋知，上帝。甲你安排的路是安怎，你毋知，所以你甲上帝讲，上帝，你教我安怎，你教我安怎，等于是你知，也叫上帝甲你做啊。迄个态度是前后处事毋对去啊。因为咱毋知将来的路是好也歹，将来对我行倒一条路是黑，所以咱毋知影咱祈祷是即个理由啦。第二，咱毋知影什么对咱上好。你目前的需要是讲啊，我需要一杯水，安尼即个需要水摕到。但是
搁来的路，上帝要予你的是啥物？你唔知，所以伊是用这个前提在甲咱讲，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替咱祈祷。咱会记得两几礼拜前，咱咧讲到圣神内住吼，圣神内住的意思是讲，伊家己亲像一个咱亲像医疗上好的机器安尼，甲你验过哈，知影讲你身躯吼电子断层各方面的验，甲知影讲你倒有问题啦。伊咧替你祈祷，敢毋是比你家己知影偌济更较好？所以圣神的讲袂出的土气，有人甲解释讲，迄个土气是讲用言语表达袂出来，是迄个真诚的祈祷。但是也有人用讲袂出的土气吼，用另外一种解释啦吼，圣经并无安尼讲，伊是讲像是咧讲方言安尼，迄个言语袂当表达的就对。即款土气是一个真诚的祈祷，是一个关怀的祈祷。是一个看见咱的需要的祈祷。伊讲即款的祈祷，因为圣神知影你的未来，圣神清楚，因为你甲圣神有结连嘛，所以伊知影你什物是对你上好的。所以咱爱家己软弱败劣，圣神就要替你祈祷。第三，上帝互万事互相效力，叫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旨意。呼召的拢得到利益，即句话嘛共款，甲头前的有连结啦，吼，有三结连。伊讲上帝互万事效力，即句话应该大家拢真清楚。真侪代志是互相影响的。今年吼有真侪果子吼，无啥食会着咧吼，山仔讲欠产啦吼，进前咱甲伫迄个纳马夏有一个牧师娘有咧联络吼，即个牧师娘对迄纳马夏的山顶咧种水蜜桃，伊顶日敲电话来讲，牧师啊，今年减产，因为在开花的时阵落雨结果率无够，所以今年的水蜜桃出产足少的就对安尼。减足侪成就对安尼，山野嘛共款，所以春天开花落雨的时间也无好势。咱是用这个大自然来讲，伊是万事在互相效力。有这个风，就有迄个雨。今年鱼足多，是因为可能水温海水的水温在悬下低，影响到迄个鱼群的鱼流安尼。所以意思是讲。上帝和万事效力是上帝咧掌管啦，所以有一个经文的解释讲，像有一支手咧指引伫万事的中间，重点是讲咱基督徒到底是这边较好，还是迄边较好？有真侪人用家己的这个自觉咧判断，有时是无正确的。咱真侪兄弟对投资股票真内行吼。咱拢知影，迄股票、股市哇，瞬息万变呢。你若讲毋多一窝蜂甲人炒股讲这个股票毋知升偌济，你个只落落去哇，惨啊，跌停板去啊，上变壁抓去啊。意思是，咱基督徒伫祈祷的时阵，迄个看袂到的手，有时你看做是灾难的，后来变做是祝福。变做是有路用的，原来是失望的，无其他的，竟然真侪大的祝福。所以既然这个事咧演变，有人就想着跋筊嘛，来赌注一下，赌一把，对着我的，无再过来拍算安尼。但是基督徒有一个观点，因为既然这个万事效力，伊演变袂当伫咱的掌握中，伊讲，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迄是一个。基础一个根基啦，你毋通追求迄个表面上的兴旺甲衰微啦。你是用行上帝国家义，行伫上帝旨意内底，伊讲要互听上帝得到利益，这是一个基督徒上悬的一个信仰的条件，也是咱常常拄到的困难安尼。昨昏我甲赵牧师。来参加伊的兄哥第四兄哥，伊
伊也是牧师，真敬上牧师的即个个别性。啊，伊安尼破病20天吼，啊，伫顶礼拜来过往去，啊，昨昏举行个别性。啊，伊的牧师娘，伊咧做见证的时阵，伊就是讲，上帝带真敬上牧师离开。看起来是一个损失，一个毋甘，毋过伊见证讲，上帝听伊的工人，伫伊安尼开始演变失灵，无2礼拜，上帝就互伊伫床顶困去，来带伊去，面貌真安详，心真平安。看起来对人来看是一个安尼毋甘、哀伤、甲困境。但是对信仰来看，伊讲好亲像原来是一个灾难变成是利益，因为赵牧师娘伊家己一个在照顾先生，小可会行会振动，还佫真方便。当倒伫床顶的时阵，连要翻身都无法咧。本来已经安排好，看安养院吼，还要甲送过，毋过毋甘安养院的照顾。无法当亲像家己伫身躯边安尼，啊，所以若是人来看讲啊，70岁实是也无介年纪介大，但是上帝互伊离开实是足毋甘。但是对伫即个赵牧师娘伊的信仰是知影讲，迄个灾难变成有益的，啊，失望变做大的祝福。人用家己的判断咧做的时阵，有时拢是失错去。有误差的，啊，所以这段经文咧甲咱讲，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是因为你无去追求迄个短线，你无去追求迄个表面上会赢甲输，无去追求迄个线面上看到的好，是因为你确信上帝要带你，因为你将家己的软弱交托互主，圣神就用讲袂出的土气来替你祈祷，兄弟姊妹。这是一个讲起来好讲啦，实在是真大的操练，因为迄毋是你家己安尼强掌握到的。当人无把握的时阵，你会惊吓，但是请会记得表示脆弱，表示软弱伫主的面前，因为圣神伫咱软弱的时阵要帮助咱。第二项是，什么是无望随听的祈祷啦？吼。无望随听的祈祷有一段经文，甲咱讲了啊，非常的有意思吼。雅各书第4章20到30，伊讲：恁想要得到，得袂到，就要杀人；恁欲望满满，毋过袂当满足，就争执斗争。恁得袂到所爱，因为无对上帝求。这段经文哦，有时咱初看无啥会了解啊。讲话讲啊真咸真重吼，啊第3节伊讲恁祈求，毋过得袂到，因为你的动机毋好，这是伊的关键字啦。当你有贪有求，啊，迄个求是家己的动机无好的时阵，伊讲所求的简单是要满足家己的快乐，啊，所以雅各书呢是一个咧强调吼，你有信，还佫有行为来配合的。啊，所以咱人对即个无望随听的祈祷呢，有几项的学习啦。第一，因为有时咱出自邪恶的动机，伊讲，恁要掠无就杀人，恁极度贪婪，得袂到就要斗争。原文的圣经也是讲原来圣经的解说，咱若是对第1节来读，咱小可了解。伊讲的毋是只干那是咱生活上、咱生命中的事，有时是咱灵性上的问题。第1节你讲恁中间有争斗，是迄个肉体中争斗的欲望来的。好，咱若看第1节有圣经，你甲看第1节，伊原来讲的第1节就是讲咱人伫家己内在欲望的战争啦，也会使讲是肉体的战争，嘛会使讲是一个群体内面。当你的动机是贪，是要对别人得到，伊较少你较多的时阵，伊即讲杀人吼，原文毋是遐尔讲是实体的杀人啦，是迄种的即个抢夺
所以你当极度贪婪的时阵，你有斗争，这歹的动机，毋是一个祈祷会得到上帝赏赐的。所以咱常常有时咧讲批判嘛好，嘛会当讲有时社会中吼有真侪迄个从事迄个无好的职业，也是讲专门咧偷咧共抢，无好的事的时阵，伊嘛去拜伊的偶像啦。讲你若甲我保庇吼，我就会当安怎安怎。事实，若对圣经来讲，这拢是无受稳准的。那第二项讲，恁得袂到所爱，是因为恁无向上帝求啦。得袂到，你无求，有时咱祈祷吼，家己有困难、有欠缺，你毋捌甲主求。第三，伊阁强调一遍，讲恁求犹原得袂到，因为恁的动机无好，恁所求的不过是你家己的娱乐享受安尼若定。那为何得袂到？咱当用同款雅各书一段经文来做回应印证吼。雅各书中间甲咱提起讲是安怎得袂到？1章60到70讲，不过恁着靠信心求，毋通摇疑，摇疑的人亲像海涌互风扫，起起落落。即款人三心两意，所做无定性，免想要对主得到什么。你若对这个第4章来3印证，咱就知影讲伊讲恁无求，有时是你求你无信心嘛。你三心两意，亲像海面安尼涌来涌去，涌来涌去，起起落落，无定性，三心两意，无信心，这拢是得袂到的一种即个背景。兄弟姊妹，咱要安怎对主来领受到即个祝福？是因为你有信心，你将家己的困境交托给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回顾着几礼拜前，咱咧讲到圣神的同在，请会记得，你是因为有圣神替你祈祷，圣神明白知影你的体质、你的需要、你的欠缺，然后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替你祈祷。所以，咱基督徒上重要的迄个圣神的内住，是优先的，然后你才有即个侍奉的动力。咱复习顶摆咱所读的经节，圣神赐开力。伊讲我祈求上帝，照伊荣耀的丰盛，照着圣神赐互恁开力，互恁内在生命强壮起来。这是5个字，咱用圣神的同在，互咱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经节。而且就是搁一遍咧，甲咱强调讲，人若有圣神的同在，迄个丰富甲快乐、生命永壮，才会得到。所以这个处事真重要，咱安怎互圣神甲咱同在？所以今仔日咱有文道学校的结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当期待讲，当咱迄个疫情消散了后，咱会当恢复正常的活动。咱要推动各种的事工，咱要推动幸福小组，望咱大家人用祈祷做咱的开始。有几项甲事奉有关系，咱三甲来学习。第一，祈祷是一切事奉的根本。咱若无祈祷吼，你照家己的想法做东做西，有时是了白工，因为这无圣神的同意。圣神随家己的意思行事，咱先祈祷求圣神来带领。这才是咱一个侍奉主的一个原则，也是讲一个这个处事安尼。有一句话真有意思，伊安尼讲。祈祷毋是一个后备车胎，后备车胎，咱知影讲，咱有个车顶吼，迄车后壁放一个车链安尼吼，开，安尼就反正无代志，你拢无咧甲用安尼啦吼，拄着哇，去互顶插破去咱赶紧掀起来讲我有好佳哉有一个车链，毋过迄个车链也无灌风啦，已经毋知放几冬去拢消风去啦。伊讲祈祷毋是即款后备车胎，你拄着麻烦的时阵摕出来用啦。祈祷是一个方向盘，哇！你查车顶吼，后备车胎无袂要紧的，迄方向盘也无好势，就万问题啊！你要右转吼，轨道唔对，迄就麻烦啊。所以祈祷是你的方向盘，伊要指示你正确的道路。搁一项，这是一个信仰态度。当上帝解决你的问题，你就要相信上帝有解决的能力啊！你甲代志交托给主，上帝
会解决你的问题，你是要有相信。但是，佫一个嘛真重要哦。当上帝无解决你的问题的时阵，安尼要安怎？因为上帝相信你家己有能力啦。啊，基督徒是伫即个环境的中间，你毋是逐项拢摕互上帝，是讲当上帝无甲你解决的时候，毋是放弃你哦，毋是甲你提示哦，是讲我知影你有气力啦，吼，毋通坐伫遐吼，啊你干焦等，你有气力能解决。当你无气力的时阵，上帝就替你解决安尼。第二，咱讲有关侍奉，讲圣神高抹的，毋是迄个计划啦，是要高化迄个祈祷的人。所以一个祈祷的人，比一个搞计划的人更较重要。一个工作，一个事工会兴旺吼，会兴盛，毋是即个人吼，哇，想啊足周至啊，讲啊安尼啊，非常诶完美的计划。是呢，有一群咧祈祷的人。咱过去这120冬，咱真侪兄弟都经历到，咱的教会的发展的过程中间，是因为有一群祈祷的人，伫密室、伫祈祷室、伫背后咧祈祷。所以教会的成长指标是啥物？毋是表面上的人数，是咧看讲伫即个中间的百姓兄弟姊妹。迄个祈祷生活的质甲量。最后，牧师要用一个常常咧用的，我感觉真好用。希望咱大家拢会晓通分享，互咱无道友，也是遮的兄弟，教伊安怎祈祷就对啦吼。啊，这个毋是讲咱袂晓，是讲要互咱家记起来，甚至毋免看文字，你就会晓甲人教安尼。啊，这牧师常常伫迄个新朋友来，也是讲伊咧学习做慕道的时阵，来教讲你要安怎祈祷，啊，真简单，啊，咱会当家记起来，啊，即个周末内面有印出伊的处事书，用即个来做结束，就是祈祷甲手机的批注啦，吼，祈祷甲手机的批注，啊，你毋是死板甲背哦，是讲你会晓解释，有时牧师会用手机，也是讲5支枕头啊，吼，啊来解释迄个祈祷的处事安尼。啊，当然简单来分享，啊，咱就要来做迄个异地的祈祷吼。祈祷甲手机的譬如吼，大省是爱解释讲，你需要一支免费的手机。哦，咱当咱甲一个新朋友讲袂晓祈祷的时阵，伊若表达袂晓记，你甲教讲，你会晓用手机袂？吼，先甲讲安尼。伊讲祈祷就亲像用一支免费的手机。啊，咱逐个人手中拢1支到2支拢有啦吼，的手机，所以伊绝对了解，讲保证接收。绝对袂占线，吼！咱敲电话去啦，对方在接电话讲啊，电话中请稍后再打，对无？保证接收，绝对袂占线，佫完全免费，吼！你无交钱吼，啊，即个手机公司就甲你关机安尼，啊，佫携带方便，吼，携带方便，啊，咱毋免地倒落地啊，啊，免姊妹就来囥在你的hand包具安尼，啊，所以即个你也要解释吼，你若甲咱的新朋友解释讲。你需要一支手机啊！啊，这个手机就是祈祷，保证接收袂占线，免费，佮好炸安尼。啊，然后提出讲，你是毋是有郁卒、失望、痛苦、疾病、失业、拜透透、行啦，走投无路？来，赶紧这个机啊，甲call落去，免费的，马上通。啊，牧师解释者吼，这毋是随随便便来呢，这是有人真正用这个来报道吼。来甲人教导，迄是一个，若要讲是有版权的哦，吼，毋是牧师家己发明的。有人伫即个社会中间教人安怎祈祷，后来啊，过来就简单啦。当你引起伊的动机，知影祈祷遐好帮助的时阵，咱就开始教使用即个免费手机的5个步调啦。啊，你就甲讲5支枕头啊，伊就听有啊。后来第1支枕头是啥物？你爱敲电话嘛？吼，伊讲你敲7号7个字啦。好，咱知影即现在手机是爱10个字嘛吼。伊讲敲7字是啥物意思？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第1句先甲敲落去安尼，7字甲敲落去安尼，啊敲咧电话就亮啊，对毋对？后来啊敲通的时阵，讲第二支枕头啊，先请安甲感谢啦。上帝啊，我感谢你，互我有机会甲你祈祷。后壁这是讲教伊安怎讲就对啦吼。啊，第2项就是讲你爱甲人挨下住一个啊。
你也甲人打个招呼嘛。你靠某咪人讲啊，某咪兄弟啊，你最近好无？安怎？所以第二项是爱请安甲感谢就对啦，这哪些个字就是讲你甲伊短短会晓讲。第三就是内容啊，真重要，将你的心事诚意讲出来。你会当讲啊，我就开始像咧甲一人讲话，讲我今日有啥物困难，有啥物问题，我真烦恼，我需要你的大能开力帮助我，为我开路。还是讲你祈祷讲，求你使我平安喜乐，我信靠你，求你帮助我，救我。这第三支箭头啊，第三步就对啦吼。过来第四步，咱基督徒就足清楚啊。第四步就是伊个意思。这手机啊，保证有卡出去就对啦。保证接收的方法就是讲，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就保证有接收啊，就对啦。第五更较简单，确定你真正要得到帮助，就讲阿门安尼。但是话，这个是牧师常常咧运用伫遮初信的会友吼，伊听到拢足清楚啊。牧师有时印一张简单的单摕互伊，讲来你照安尼学祈祷。若讲安尼袂晓的吼，都毋知要怎祈祷，我替你祈祷尔嘛，也是你照念尔嘛吼。所以咱若简单讲即个5步调啦吼，即个5个步调就是讲，第一，二号码，亲爱天父上帝；第二，请安甲感谢，感谢你，互我有机会甲你祈祷；第三，讲我今日有啥物困难，甲你的心事讲出来；第四，保证接收。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第五阿门安尼。我问讲，这是一个足简单，已经简单甲大人拢会晓的。咱伫咱的生活中来做帮赞做一个人会晓祈祷、敢祈祷，甲家己的困难带到主的面前。兄弟姊妹，咱要吟一首回应诗，伫这个回应诗的中间，咱就开始要为着咱遮的兄弟来做这个异地的祈祷。我问讲。咱心神肉体有无平安、有健康需要带倒的，也是你对疫情有心内有看虑甲烦恼的，也是咱心灵有软弱、你有困境，咱伫即要唱2节圣经圣诗，吟的中间，咱请长老甲接侍奉同工带到同工来到头前，来为着因，咱无还手，但是要做祝福祈祷，咱毋通客气你有欠缺、有艰难。有心事，也是讲你有未来的事，要来做解决甲讨白，咱就到主的面前。咱来吟圣诗344首，咱坐咧吟1节甲第4节。吟诗中，咱也请同工这个敬拜团要来帮忙来唱这首《使我自由》伫祈祷中来讲。第1节，求主耶稣愿你来听。我困求的声，你大是阮主的尊名，今生的确正。求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步。困求你，第4节中间有需要祈祷，就开始来头前。我命正路，感谢主，免客气，到头前来。你要替我担当艰苦，求主耶稣，求主。咱侍奉同工也到头前来我求咱敬拜团的同工来吟这首诗歌。困求你受，咱搁坐下来唱救主副歌。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步。咱音乐要转来这条《使我自由》，伫个音乐的中间先细声，各位，咱要受祝福祈祷的兄弟，你大声伫你心内甲主讲。咱可能伫台岛的团队无方便，一直来讲足详细，你就甲主讲主啊，我需要，我会欠缺什么？
像拄仔咱所学习的圣经，圣心会讲袂出的土气，在替你祈祷。圣心知影你的欠缺，总是你心内甲主讲，主啊，我什么款的欠缺？啊，你有特别的需要，你会当甲后壁面的侍奉同工轻轻甲伊讲，我需要什么款的祈祷。咱请敬拜团来轻轻来唱这条《使我自由》啊，在吟诗的中间，咱就要开始开声。咱在座的兄弟姊妹也请你举起你的手，正手，咱为着因来做祝福。咱请同工来唱这首诗歌。咱同工开始来为着因做祝福的祈祷。哈利路亚，主我们报答，你的祈，我的祈祷要透过你主你面前，感谢主。我赐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感谢主，每一个心内欠缺的需要，主要甲你同在，主的祈祷，你的祈祷要透过你主的面前，感谢主。谁敢随我，我可当当，主的心内，我自由。感谢主，圣神运作伫咱中间，每一个欠缺甲需要，拢要透过主的面前，圣神要用讲袂出的土气来替咱祈祷，愿主成就伫你的心中。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你的医治领到这个中间，你的头房的领到这个中间，你的顶头领到这个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阮同心的祈祷，确信主你要施到你的拯救甲医治头房伫阮中间，哈利路亚，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受服侍者甲服侍者每一个同工，以你的圣心亲自做工，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主的心内好我，咱有继续祈祷，咱再来唱一遍，对你头。也这做来唱，用主的名来祝福。来到我的爱里，来到我的生命，我出我生活中。咱祈祷煞，咱做来唱哦。我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的道理就如主流，谁敢随我？主的心内，我自由；主的心内，我自由；主的心内，我自由。咱才会伫头前向这，甲你的手放伫你的心，牧师来做祝福的祈祷。亲爱的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你伫圣经亲自应允阮。阮的软弱有圣神来帮助，我唔知影安怎祈祷，总是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在替阮祈祷。是啦，主啊，我唔知影阮家己的状况，所以阮就谦卑讲，主啊，我需要。徛伫你面头前，这兄弟因有肉体的需要、健康的需要，有心灵上软弱的需要，有因拄着艰难的事需要解决的需要，兼且有的伫经济上。有诶，伫人际关系顶面，有诶，伫工作上，天父上帝啊，阮知圣神拢知影阮，圣神诶讲袂出的土气咧替阮祈祷，所以阮确信你已经垂听阮的祈祷。愿你帮助每一个兄弟，来人靠信心来交托，知影你会甲阮同在。伫这疫情的中间，有诶兄弟姊妹烦恼、担心家己的亲人，有人可能是慢性病，有人可能是年老。有人是细囝，心内有看路甲艰难，主啊，愿你亲自来投放。主耶稣有应允，主受鞭炮，我要得到医治；主受苦，我要得到平安。我相信这个医治甲平安，要守住伫阮众人的中间。
无论徛伫头前，也是阮同心做诶祈祷，伫线顶诶兄弟姊妹，愿主将即款诶祝福恩典赏赐伫每一个兄弟姊妹。感谢老主，奉主诶名来祝福甲祈祷，阿门。咱泡泡感谢主，多谢，祝福咱大家，大家请回座，大家请回座。兄弟姊妹，感谢主，咱2万较侪人行来到头前，是表示一个信心的行动。主透过你的信心来使到伊地。咱下面要来请同工来收奉献，奉献了，咱再请师会来做报告咱小等有一个颁发证书大家准备这是咱三个的奉献，回应上帝恩典。会众请起立，咱来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主啊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味，我愿一心为你奉献你接受，报答我主。阿门。会众请坐。只是用淡薄时间来颁发迄个咱即期的文图学校的毕业即期拢总有4位学员来学习总共有19课19课照讲就是19个学分啦若满14个学分，咱就要颁发证书若无满14个学分，咱会颁发一个上课证明希望伫后一期继续上课时阵伊甲上完咱就继续来颁发迄个证书遮个学员即期也真感动拢做热心来参与相关的学习得到足侪的帮赞也鼓励咱在座兄弟姊妹，你后袂受到即款文图学校的训练呢，咱后一期若要开始报名的时阵希望大家继续来参与即款的训练即是咱请学员敢来台前还是徛就好？来台前好无？咱较好翕相来，咱请来台前咱即期拢总有2位是19个学分拢修完了来，拢来台前来，咱请牧师来颁发迄个结业证书。这个吴金锦甲詹樱花姐妹2个是19个来，拢徛头前来。拢无欠息的来，来这个吴金锦弟兄。无满已经满14学分啦还佫欠几课的来。
3元哈。来，幸会。来，那个上，来那个上个证明哈，这样。来，咱来翕一个相来，来。啊，请老师哈，老师嘛做伙来，老师一起来照相来。画中没事情。伫报告内先，咱先来读本位金句。咱掀开周报上尾页，咱三个来用读。打感谢上帝，常常伫基督得胜，来做头带阮，也永远伫逐所在显明迄个对捌药才有的气味。哥林多后书2章14节，这是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事奉当中，主礼是科雅鲁团队，司礼是吕淑文执事。其他的事奉当中，请咱家己来斟酌。本周甲顶周的牧区小组出席的讯息。请咱家己来注意。请咱来看集体交通。第2点，本会伫今日下晡2点举行中级首长、小组长的造就会，有定伫2点到5点，请刘进典牧师来主持。有参与的人，请咱家己来斟酌。咱来看。第4点，防疫的措施，才有一寡事项，请咱家己来斟酌。来看第8点，第2小点，本会基定小组洪佩仪小组长，伫拜三伫基米顺利来生产一个婴仔，叫林恩成，愿上帝亲自来赐福互因，咱也持续来为因来祈祷。牧区甲团契消息，咱家己来看。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吼，咱节省时间有一寡消息呢，咱师会就甲省略，互咱家己来看。不过牧师有几项来做补充。头一项就是讲，咱下晡2点即个东港的演习会吼，要伫4楼吼，要起来伫4楼，因为安尼大家坐较快，较方便吼。请东港兄弟大家准时来参加。较少老兄弟姊妹，你感觉讲哦，这个主题我嘛想要听呢吼。咱无限制，咱甲咱的东港讲是啥就会使，特别是咱小组长会通邀请东港来上好，因为咱这是要听，毋是听一个知识尔，是要操练的啦吼。所以意思讲，你若有意向，欢喜参加，包括今仔日门徒训练的，你若要参加拢会使的吼。来听因为咱进前有的人是第2场礼拜咧服侍，佫转去佫来上班吼，所以若有登记便当吼，咱则甲咱的家荣干事来甲领吼，有登记才有哦，无到时无够食吼。咱真感谢主，今仔日吼，咱遮的文道学校有真好的事奉啦吼，遮因有写足侪人写即个门训心得，咱大家有周报内面吼，像今日第1篇就是咱的柯万三兄弟吼，伊写的非常的丰富精彩，柯三元兄会写的，咱大家
来认真来甲看安尼吼。搁一项就是咱顶礼拜小可有报告过，咱请大家继续来带导啦吼。我来搁简单说明，第一个就是讲咱的考雅族团队吼，伊伫本会3年团队的学习服侍已经3年满，准备要伫7月底来结束伊伫咱教会的服侍，咱真多谢伊伫青年事工、主日教育方面真侪好的服侍吼。伊7月初7拜四要伫台南中会。最后一关就对啦，考牧师爱讲道吼，所以咱后礼拜日要请请伊伫咱教会，佮讲道一摆，咱替伊祈祷啦。主要是讲即款的操练真重要，咱替伊祈祷会当真顺遂。第二项是咱慈宝小组因为本身慈宝老师伊本身也佮做咱的带导团队的团长吼，即马已经找到真好的代理吼，也是讲接班的对象就是咱的拄则咱的。民族学校的老师邓瑞玲姐妹伊要来担任小组的名称要改做底波拉小组咱有定啦搁来7、8月，咱搁有即个约书亚的牧区呢，也有一2个小组有要成立，也是讲来切派咱做伙联合来切派，咱为着即个新的小组来祈祷第三，咱也感谢蒋亚婷新学生伊对新人院毕业明仔载要参加。即个传道书的抽签啦，真重要的关键。伊即阵咧主持青少年的查经，所以第2两礼拜，咱要甲伊做彩排，甲伊祝福安尼用安尼咱大家太祈祷。搁一项啦咱无想讲疫情搁安尼，好像要进毋进大家要做毋做，拢搁张图毋过有一项事爱做，就是讲读经的运动所以周报内底有第5点讲，咱望咱大家继续迄个。一年读一遍的圣经，有的小组足骨力拢会要求咱的小组长拢咧监督咱若无遐尼大压力，若无你若有时间较侪伫厝里，咱好好来读圣经，咱会当透过有声的圣经来读来听，嘛咱家己读咱家己的进度拢会使接。搁另外一个是公布伊有出版一本，安尼你就像咧填空啦，读圣经像牧师咧讲道中间迄个中间一个空格，你就甲填，你查圣经甲抄落去，你嘛是一个足好的读圣经咱若有需要，已经6月已经今年过一半过一半，后半年咱大家继续加油努力因为会当参与伫这读经的运动安尼后礼拜日下晡有咱总结执事的后生建峰兄弟甲严丽红姐妹要婚礼，下晡2点咱请大家若时间有方便。是讲咱无受即个疫情的影响，咱拢来参加，来甲因做祝福若有人报名要参加喜宴的，来准备时间去参加来最后，咱来欢迎咱伫疫情中间感谢主啦，有新朋友伫咱中间。头一位是吴瑞雪姊妹，吴水雪姊妹伫咱中间无？咱徛起来欢迎你，欢迎你，感谢主瑞雪姐妹是咱淑珍姐妹的大嫂。是恁内面的大嫂就对啦也是你本身的大嫂，也是恁听。感谢主讲是对美国转来安尼有美国转来咱真欢迎伊来参加咱今日礼拜。另外还有一位是从中国天津来的朋友，叫边玉姐妹。边玉姐妹在哪边玉先生抱歉了，这个玉欢迎你。对不起牧师知识太不够了，玉以为是女生对不起没有看这个男生边玉。姐妹，先生他是从天津来的可能是来这边有公务啦公务欢迎到信昌长老给引出来，他以前没有去过教会不过牧师讲台语不知道听懂不懂，没关系啦看文字就可以了感谢主，我们欢迎他们来参加做礼拜好我们做结束，我们把时间交给诗慧。上言。会众请起立，咱吟上言的诗歌，咱吟全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希望上帝受事大好，听咱亲像。
咱亲像囝儿，诚心愿灵甲咱感动，徛起达咱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通，一时到万世代。一时到万世代。这是请牧师来祝祷。大家来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合同在。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替咱祈祷，所以咱就欢喜交托三位一体上帝甲咱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拢无煞，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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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大家请坐，默祷来闭会。第一堂礼拜到这结束，会众请互相请安问好。